你听下人讲水太嘅改变哦，杜今年你提起早做嘅时候，观众朋友看到一只全新嘅景。要搭几栋？总共搭5栋。5栋哦。哎5栋什么？ 5栋老房子。很难搭吗？还好。对啊，我就是讲统一里头，来对香港人家给大。你睇下就你看到，你係用嘅從呢當到嘅屋啊，戲類，咁過嚟呢一段屋嚟就有一點點，你挑擺客家戲台嘅元素，加到呢一下現代嘅一種嘅擺設啦、建築嘅概念同地圖，所以講結合戲類咧，你希望講就你本睇下一隻完全冇強嘅感受。李春彩先生基本以為為觀眾朋友帶來乜嘅精彩嘅故，你呢一下是強下來去看一下。 哦，我觉得我好像到了一个度假别庄呢。没有，做多中影文化城用的呢。那个中影文化城，我相当于喺下面头还要讲讲诶新的造型的景呢。哎呀，唔看哦，最重要要技法啊，你一定要演吼。系啊。哎，如果係見實體嘅、立體嘅景吼，表演起來會行下上通嘅。精彩神奇，豐富多年。逐禮拜3晏午就9點，日頭下一講講，走。